感谢主，嘛，互我会当来到咱真实教会一个所在，甲各位分享，特别是传道真用心，而且拄则经历，我互伊会台语，伊想讲说华语过来，所以我拄仔嘛是要戆影，你来看咱像我若台语讲，你若听无，我会当翻译吼。戆影就是有点惊慌，有一点就说失神这样子，这台语有人写嘛是真水，所以这有一寡这个内底语言上内底是一种工具，咱嘛知内底是伫咱我细汉的时，当然是无说那个阮两个顶下遐，阮两个共二厝的，即摆就安尼讲，顶下遐共二厝的，真正是因为我徛家是伫社主岛的所在，就是规人无甲淡水河冲击的平原。阮遐看饮水会做大水的迄落，其实嘛是安尼。阮遐是干那是宝华伊个下早的饮水，毋是真正。阮的古早名，即摆嘛是叫做浮洲啊，是毋是？佫有顶浮洲、下浮洲，可想而知，拢是一直浮起来，一直悬起来。冲击平原，所以这边的楼气会流去这边过来，这边才若冲击平原拢有有一撮无啥共款，真欢喜！我今仔日会当伫咧基电会，互我有一个新，有一个工课伫这所在，所以阮是每一年拢有每一年的主题。我先自我介绍，我是伫咧咱这三角堡教会、长老教会，自细汉伫遐大汉。是注意到细汉时阵，若要行5公里小，你说算看嘛，应该是行超过半点钟45分去脚踏。阮袂行大路，延平北路，即摆来到为讲延平北路附近，我中央来早去延平北路才行去。阮是行田湾路，行田湾路，步，走到位轮仔顶车迄边遐来去做礼拜。我是国中第一届。所以民国44年底，甲民国45年头，迄个学期是安尼算的。我是国中第一届，阳明国中第一届，甚至即阵嘛是已经变阳明国中咯。即个高中，所以真侪一寡即个代志，拢是历史上内底，互咱真侪一个咱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咱会当知影，咱信主绝对毋是偶然的。你有当时啊，对啊，你讲千转万转，逐天想一直甲苦食，一直甲讲。无拄拄，阮的庄头甲早内底嘛是干那，阮一家信主，隔壁庄嘛是各一2户，搁伫咧中秋里遐也有，所以是拢是需要，我嘛会记因兜处理的北路9段30号去带教，阮隔壁是姓关的弟兄，是因为即个拢是一种关怀。我怎样讲的，就是讲咱信心有行动无？信心有信心是了紧，莫讲信心你若无行动，迄个信心是死的。咱信主了后，咱听到你讲出生入死，知影，甲我这个地方无共款咯，拢叫做出生入死，就是弄过了，这是倒是真正其中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即摆是要讲，咱的信仰伫咱中间，毋是叫做出生入死，是出死入活，所以。我伫咧2月22，就做咱的新历过年第一个礼拜，我就是上山教会，我嘛是共阮用即个讲题概念分享即个，因为是应用150几周年，伊个是叫做下靠教会，是马街以前伫即个所在，17月21已经教会了，对啊，西口教会的上山，是算真老，即摆叫做陈美玲，其实牧师伫迄所在去牧会，有一个1年去，伊就爱小弟伫迄所在去甲请安，我嘛真欢喜。所以我这个所在，刚刚你讲的是多多赶快。松山长老教会是2月22号，信心的行动出死入活，出死入活。所以我嘛有小抄人要看，是甲你无减者，我嘛有小抄人要看。当然是换一个第一尔，是安尼。我是望其他你比较轻松的方式，咱大家在所在，既然有台语，我就全程用台语甲各位来分享。OK， 请阿头来感谢，请咱世界人阿爸给上帝，我感谢你的听，感谢你的怜悯，伫个复杂扰乱的社会，你真侪阮伫这地方，伫这所在内底唯一
就叫信主的人。就阮知阮是含慢软者软弱，但是阮若是有主你会应允你的接纳，阮就知阮真侪是坚强无比，是吧？恳求煞涩的路头，恳求主你前仔甲阮大路，互阮会当行过来个死荫的山谷，到伫你为阮备办清净的水边，安尼来行，安尼来做，互阮煞涩的人会当诚侪阮真实教会所有的帮山，互阮向前迈走，骹袂软，手袂酸，目睭嘛袂模糊。特别阮安尼行做下，有主你的祝福伫阮中间，互阮真实教会检知阮一间是无讲介济人的一间教会，恳求主你大大手术伫因兄弟的中间，互即个所在诚侪光，诚侪盐，来做光照，来做赶走黑暗，盐来做互腐败的物件袂继续搁落去传染落去。安尼要开始以前，献上阮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上，没关系，应该是下，再按一次。还是你刚再按一次。你刚讲的控制。这个是上，这个是下，对。按那边的这边，再按下。不是，我是用向做一边。对，用这边他是说要，用这边在。哦，OK，好，谢谢。今天是彩星办的真实教会吼，咱系列十八，特别咱拜六，所以收入前就讲，亚龙你下午还可以打乒乓球啊，你不能赖牌说，你在这里就可以向的给我讲话，因为我有带助听器，我是残障人士，讲话若较大声，我来请您稍稍包涵一下，我没麦克风哦，这个因为我声量应该算是蛮大的吼，所以新的行动了后出水的我。因为咱死了后，咱已经拢从咱世上所有的来说一寡无对的，也是咱犯的罪啊啥，拢变听，所有来亲人的一寡牵挂，拢已经放下，拢无了。咱伫这所在做个别事，伫这所在甲兄弟姊妹伫遐咧分手，马过咧，伫天顶有主伫遐迎接咱的时代伫个所在，伊伫个所在开 party， 伫遐来咧迎接。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咱若会当安尼行起，咱无论对死亡已经，我们跟人家不一样。你来看咱老早因迄个若是讲有，若世俗人到伫因即个咧弥留啊，上面讲伫个因为手上水伫安宁病房，我像那那个电维亚家吼，这个安宁病房伫个所在，阮你跟足多的时候，大家若是咱信主的脸上里面真的没有恐慌。我有时候会跳来跳去，他们没有那种恐慌。我昨天跟我同学在那洗车的时阵，伊讲因某一个面来说，拢已经，咩怎讲？已经足艰苦，心肝啊气牛来说，已经无知觉嘛，不伊安真艰苦，因为伊叫一寡师兄师姐一边你甲做了。我甲讲你这真毋对的代志，安怎毋对？因为伊来说无法度反应，是无法度甲你骂，无法度甲你念尔啊。伊实在是真不准。你毋通甲我做这个动作，因为我还袂断开。我还袂断开，你伫边你甲我做来，因为有人有人实际就讲有有师姐师兄，伫遐大家都是大悲咒，就伫遐念啊，哭就念。因为传统这信仰对因来讲，是诚侪真大的一个地方。因为因对这个工课随讲起来，他们已经根本就已经行去18地到阿比地到伫遐所在，搁伫遐轮回，搁伫遐来诚侪场面，所以。因为我是伫咧写迄个所在，每摆阮的若是有人无去，我辈分真大；若是有人无去的时候，是都爱大平大团走下马振作真多，所有的一寡即个代志，我从细汉看到大汉，所以我拢知影。我知影因内底心肝内底无共款的想法，徛历史上真正是无共款。所以拢真惊呀，足惊的。哦，你若囡仔是话，你若住同校，入去人哋兜外，伊就紧去甲你晋升，来到经理迄个花水，就来去遐搭的门口，就去搭礼上面，这是真复杂的一个文化。咱台湾的国毋是非道非本吼，所以是咱台湾教，所以伊会烧金龙庙，义气的所在该服侍，烧一个灵柱起的所在，互伊大。起码伊敢会晓用，我毋知我阿公我阿祖会晓用大哥大阿妹，伊嘛会烧。起码那个一寡
真高级的电器的所有，因为迄是生理人来要做的。最近拄到我的破碎生的无去的时候，我咧甲陪伴这个护士，看伊在来代志，因为伊拢用跋杯。咱这个所在，我用这足简单这方式甲各位来咧分享。因跋杯，即摆因太太跋杯，讲叫伊来这个所在听，迄个佛祖你甲开示，要甲叫伊讲来啊！啊，这个人就是那个冥顽不化，咱有讲较铁气啦，命滚的人，所以伊就跋3摆袂过。啊，伊足简单来客囝，也无惊无离嘛。啊，客囝爱换客囝，复者啊就落去，啊就有啊。这个是数学上的统计学，一定有一个霍兰力原价啦。哪有迄跋袂杯，我都毋信。哪有迄跋袂杯，我拢咱用钱多嘞，悬悬来摕落去嘛是会变价个。什么叫做手杯？什么叫做靠杯？什么叫做是杯？我听你的杯嘞，真正牛气地，我真的是这样子来跟他们。所以咱今嘛来讲，在这里面也有我们要听的。但我是用简单的方式跟咱大家分享。你来看，今仔咱这就在以后吼，今仔恁所做的，就出自心来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你若服侍人，内底就是有一撮讲，甘安尼甘好，你的义务就走出来。你若是服侍主，你就心甘情愿。所以在恁对主得到成职业的报酬，恁是服侍主基督，是服侍主基督。所以，阮每一年的这个这个来讲，真的是有一些我们有个主题。那么主题的话，家己去发挥啊。主题来讲，伊就咱讲的。阮今年的都毋是啊，吼，就是铁水磨成针哦啊，所以这个所在信心的行动，刚才那个郑军的就是那个陈道用的就是这个华语的，所以我嘛是有音有的，话有理解，我理解买通了吼啊，所以我紧，反正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就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这个也是真要紧啊，真要紧，我来看，这是阮的主题，所以现在在一载一载，就是说。信心真的要，之前是为荣耀而行，即马过来就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你就安怎做？信心的行动安怎做？我用一个我个人的想法，来这样去行，就是讲，嘛，但是这个，这个信心的行动，若是讲出细入我，会真正无简单的。你若毋惊死的时阵。所以呢，这去会当，你若当真真正正讲，若这跳脱所有的，咱基督徒真真正正，你看咱，伊当细汉时我就讲，你基督教你死无人靠得上去，我死了，我毋免靠啊，阮生活来这艰苦时间，我伫来这毋是恁讲补助靠无啥物，你孝路白勤，一定都用遐所有的这世俗人的这个方式来安尼说。那就真头你行后日啦。我这样讲，你毋知听有无？真家囡仔就知影，那就真头你行后日啦。所谓振作型的，这是你的，甲你共条来的啥物啊？这是伊拢在办生理的啥物啊？你若要出山，来这你做，迄为即个头壳要安尼光的迄个18人光的迄观察，我的阿嬷，我是来讲啊，两个阿嬷啊，一个外公。4个外妈，啊叫啥就是因为这大爸若无娶某，无大某所以伊会去用笑，哦，啊这若有钱人都是较卑微啦，会使安尼讲。所以因为观察真正若是计算，就是计观察，因为检视税无有吼，伊嘛还佫有观察人代。啊，我细汉囡仔时阵来，因为我基督徒，所以我毋惊。阮有公厅，公厅就是迄个房间内底囥阮阿嬷的观察。啊，岁仔阿嬷都袂使囥呀，哦，分甲真清楚。啊，所以伫个所在，我伫遐咧味时阵，都无人敢压你啊。米盐有无吼？叫做做米肠。我就伫遐来，今仔困起来嘛，无人会走起来。伊较惊。啊，我去伫个毛阿埔，我敢倒伫个所在，咱看天，暗时啊哦，我敢安尼样，所以他们就不见得有这种会当安尼，因为我细汉头。因为我是放牛囡仔，啊，所以我较硬，啊，所以有一寡即个会暂时甲你分享，真真正正，伫个写啊这边遮吼，就是有一寡成长的所在，甲咱无同款。我细汉阮爸爸有，嘛算
好徛人啦吼，啊，伊有读册，啊，内底个伊有一句田，啊，到一句园，互阮兄弟仔遐咧做种作。你知毋知？人个大人是稻啊是安尼滴落去，念粒啊，安尼流落去。啊，咱毋是啊，我手撒咧，安尼就流落，啊，所以做啊，安尼流落，一块肉翕的，啊，甲即阵嘛是一个痕迹，这互我真水的纪念。我用这个怀念我的爸爸，伊咧甲我教，互你一支钓钩，你家己钓鱼啊，毋是我互你一篮鱼啊，互你食到尾你就无去。所以我种个莲藕，种个水稻，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彩色的那个，阮爸爸是迄个家己农山，啊，佮去日本读册，所以伊对农业真有即个兴趣。啊，甲阮妈妈毋是植物微分，那个阮爸爸有一个细汉植物微分咧，伊早人的想法，伊咧拔骹诶就是一个查迄个去共邀一个查童养媳啊吼，查某囡仔过来遮叫伊干妈吼，啊是养母对毋对吼？啊，伊细汉就较顾到尾较共心，啊内底再甲后生杀倒堆，安尼内底新妇就较袂去苦读即个大官，伊拢是安尼想啊。所以有志人嘛，就我毋知讲我外公迄阵啊，嘛是有志人嘛，我伊想要去迄个所在会当较好，就是讲类似门当哦部队，啊内底互因会当安尼做。啊，阮爸爸甲阮妈妈。煞车，阮爸爸、阮妈妈是伫个福安国小内底教册啊熟悉啊，当然做，迄就叫做最古早时代迄个新的恋爱，啊，毋是子父微分，毋是迄个。我迄个前妈妈吼，就是阮迄个子父微分咧，伊伫13岁就已经过身啦。伊当时伊伫本市来公司，啊，伊伫迄个可怜啦，啊，内底所以身体无好，啊，就啥，所以阮到即阵就在今天18号，对不对？明天19号，4月19就是阮的30岁，阮的庄头30岁，关林山会去扫墓。我同款，阮爸爸无闲的迄个墓，啊，来个我嘛是安尼，所以阮妈妈煞变都无用，就刚好有一个正房，伊就煞变做偏房。我就安尼算者，结果好佳哉是，应该是即个趣味的代志讲互恁听，啊，就是伊啊。即个死亡甲即个情形啊，在真侪会当跳过，毋是咱会当掌控的。真正是对咱来讲啊，你毋是用铁器去讲的。记载伊有所书第2章，伊至第10章，你啊看咱即马这啊，拄啊好，我会当讲这出生入死，咱拢知影。哦，出生入死，这是知道，不畏艰巨啦，将形死。即一道外会当安详去，啊，成功了后，你就是出生入死，因为咱出世出来了，就是一定会向死亡行去，所以这是道德经上吼，应该是道德经的最后在其中的一个讲起啊。这个过程咱是安尼，去当时来咱的圣人嘛是这样讲，啊嘛各位咱信主，咱用这个所在，咱就无共款咯，你看。认定所对过去哦，我们可以，咱既然来台语，咱会使用台语先来看卖者，试看卖者，你若来怀疑咱有特别，啊，这看得到这里。认定所对你过去，你的罪来死的，伊也捌互恁国我，是恁对前行伫中间，趁这个世间风俗。甲空中相关的军龙，就是现今运行伫背景的迄个性。哦，OK，咱先讲这个第27条啊。你讲民警行楼，因只内底因招魂有无吼？迄当即个归人口这内底，阮以早拢是来到北头遮内底去猎菜，有一寡老人伊内底打，你啊骹拖，啊来这所在去定住，所以。你看因这内底，我从细汉伫个所在，安尼去讲，因咧看蒙，你知影看蒙来遮是讲，你知影那个从那个阴司地府迄个所在，嘛是安尼来讲啊。迄个人会说，迄个声音来做你感觉上，真正听落，变做敢阮同齐啊，有当时啊。即个有真多的即个叫，你讲即个内底，因为咱台湾上爱做的神嘛，石头讲求神。哦，这个河来再去嘛是来再有这个什么哪个地方你想要怎么拜就可以怎么拜，那个大就是你嘛讲公嘛是公呢，讲公只当有两个讲公呢，迄两个讲公是安怎办？一个文神，一个武神的呢，啊你就要甲伊做神，
所以风险蹦是安尼来，确实有无？我们不能跟他争。你若无必要去摆脱伊，不如讲咱有信心伫咱心安，咱来知影。因为咧空中飞起的神无，因你信啥物？因你信啥物？即阵大甲妈祖，即阵大甲妈祖遐落香，迄内底迄白沙屯内底安尼伫冲安尼伫落，因即阵伊当然是上个。甲也是讲迄刘公，也是讲迄内底主持，也是讲迄理事会内底做一寡商业的生意，肯定有，因为他们10个人里面，假如说8个人都很惨，有2个人成功的话，他们会大肆宣扬，是毋是安尼？咱就讲要去，咱即摆讲咱依照你条合菜啊，伫咧半暝半，伫咧迄个沟仔边内底下迄叫做野神。高分野鬼啊，因是济公啊，你若讲济公甲土地公2个踮咧烧台，搁3块水甲搁沉落去，到底伊也求，要互相着，若无着，内底因是内底是，所以阮伫咧即个社啊，即个鸡人河的中间内底捡着迄个无头长手揢骹的偌济市民诶，因拢遐捡伫咧边仔迄所在，因咧歹毋甘，搁甲捡伫迄所在，因为迄就是捡。对不对？偏偏我跋遮大，结果伊钓伊，我无啊，解不落去啊。所以因的服侍时，你讲伊是假神，嘛是有人钓着，钓着人就是台底导游就伫迄所在去甲搭下了嘛。台底导游甲搭下，即个相对来来是，所以哪像即阵大甲妈，因讲伊有个人路线，伊要去甲倒位，迄嘛是甲地方讲好。咁伊甲土地公去参详嘛，是真真正正去甲伊个所谓三马，我毋知三马几马，确实是真深的讲法啦。晒迄种咧土类啊，所以遮一寡即个代志对咱来讲啊，真正会嘛当诚侪咱是空讲哦。所以说，其中即个是咱肉体需要得见安尼做，趁肉体甲内心的意思，诚侪贪受气的，亲像别人共款。即句咱安尼就知影。即就讲叫做人讲乱弄不动，若是鬼拖你就哭哭行，一定是缀因走的，因为迄个较紧张嘛。哎哟，我紧啊！你定我今日甲你请假，我还遮做者，我明仔载后日才过来参会。这就是对咱的需要的部分了。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跟自己妥协。当然即阵啊，即你会当大家嘛，讲我穿水水，咱领是水，我吃肥肥，搭结嘴嘴，哇，食饱饱等放假，所有好的代志，啥物你讲上班，工作少，离家近，然后每天睡到自然醒，拢是人家少年咧讲。我教我囡仔，我教阮老师是较有受教，阮查某囝就是伊伫边韩国公司咧上班，我讲伊讲真艰苦咧，内底人事总务所有内底拢是伊强包内底真重，我看迄是，你若当做迄是一种磨练，一种训练。你诚侪你以后内底要进步，你应该是全才，所有内底学，你毋是像爸爸安尼欠过，什么都不会，只会卖个车刀片一世人教他卖车刀片，什么都不会讲。以后不会啊，可是我学有所专，在车刀片这个地方，我算是很精的。像伊这下才是，就是讲，咱拢会当。其他我会困较起来，阮查某囝才即摆44，今年44岁，逐工拢我叫伊去算，你要想？我而且这40岁，我这无用家己讲，你找别人来总这比率会感觉怪怪，家己真正亲身经验。我一家咧会10个就是我选的，阮查某囝是我叫去算的，若无甲叫伊咧，还会赖床，老赖床样的。这讲了足少个代志，即摆少年人有时候很难讲就是嘛是诚侪咱是种挑选啦，因为伊即个，因为你讲我这样子做也没有什么样啊。过即阵，我咧上班几年来讲，我还要20年才可以退休诶。我那退休的时候领多少，还怎么样？一直在那反正我奇怪，你也无欠，真正无啥样，你咱会想法济。伊即摆就到诶，伊讲拢嘛我害伊啦，伊讲。拢嘛恁伫个所在，害我煞无法度提示伊做技术吼，煞无法度提示讲，即摆就要说明仔载伊要收回，所以今天的话，这个叫我不然会两天记得，因为第二个嘛所以伊就蛮
像有一寡挣扎，讲拢嘛你啊，后来才那是大家拢看讲，你都已经我会当做过2年尔，佮都爱落力嘛。咱二中到尾是到70个，我是68个，即个安尼一直做到68岁还在选。我嘛讲，我已经老啊，结果伊讲袂使，你对我你第2中了，你就爱继续可能去做。所以有即个一寡工课，所以对咱来讲，真正出生到死亡的这过程内底，咱会当轻轻松松吗？无对对，轻轻松松无对对。你伫个即马轻松是以后你可能会较艰苦，你手若较艰苦，以后你就驾轻就熟。咱像你讲的，你所学的一技之长，什么都可以。要问的我来问的，要补的我来补的，要走我会当，我会当走紧的。若要上山落海，我也可以那个上也可以上去，我也可以潜水，我什么都会。安尼，这才是你人生内底该学的拢就学，毋是逐工都要我掠电视甲你变。还真的是蛮挑战的，真正是蛮挑战的。所以呢，咱先甲这个，你甲看，比如讲，咱即马讲个来了，一个习近平，一个川普。一个徛喺皮波头，一个徛喺鼻嘴嘛。你讲因两个啊，照你讲哦，人前的话是这样哥俩好，什么都没问题啊。结果伊私底下想是啥物，我咱会当讲。你啊看咱川普即阵啊，是毋是咱讲的出来去，其实在发到网页新冠民间来去，咱嘛知伊是即个恶媒体主来，这是伫美国嘅其中一个派系来，这比较少的28万的这个信徒而已，伊是其中头目对。那个伊个所在，伊有一寡教条，有一寡基本，伊无电力，伊袂使开车，佫不得堕胎，然后就说要批判那个，你可以 Google 一下，那个真的是有这个，他就是这个。我就讲伊真销灵，真正伊拢甲你敲咧，嘛是黑白三对，伊拢敢讲嘛，什么代志拢敢讲嘛，真的是讲一讲，反正今天讲一讲，我明天讲，又讲另外一种，所以真正这对咱来讲真挑战哦。即马伫个咱即马来讲，咱讲聊了性命甲性命是要安怎生，是要安怎死，真正的挑战。所以咱来较看，你来看伊讲的甲人以色列甲伊朗迄甲因斗相关的，伊讲我是仲裁，我要哥哥，我就要甲你安怎，伊要支援以色列去讲伊朗，就是安尼讲到底，就伊人也要反抗。咱历史来看，因虽是江北，后壁来安尼讲历史是。事实是同爸过尾兄弟啦，为头到尾，咱圣经内底逐个，即本圣经是我的妈妈交代我，我已经读3倍啦，就是说甲我们挪去啊，我很喜欢就是这种圣经的这种方式，所以若看伊遮你讲的即个情形，你就知影，较实有影，伊若要即个情形，就在以色列，然后甲伊种来到，踮咧你早来讲的时阵，甚至因讲因两经。踮咧来到你学堂，来到停战协议，当你讲的时阵，奇怪，甲伊发展关系，伊讲即两经无关系，我就来弄伊发展拄晓，是毋是安尼？这对咱来讲个，咱即边遮来到知影为这个事件话，你讲伊若有去埃及过，大家讲关于尼罗河的那种河源的地方，它固定会泛滥以后会带来那个肥沃冲击的一个平原，乌色的土来先肥。所以，这丛树啊，甲迄块石头中间，你先做继续，北京人较调低，就是照安尼做。印度迄个恒河要死人还慢慢流，那个因对这世人就无望，所以他们对人跟神、以后跟天跟地有一大堆的这个想法，真侪这个宗教是为印度迄边啊发源出来。独咱在座都拢唔真人。咱中国讲大众文化了，再讲5000年的历史悠久嘛，所以长江黄河流域是毋是不定时泛滥？所以这个毋知是偌久要发生的这个问题。咱你若是大禹治水是安尼啊，我这边围了了，因是领导的，但是领导死后，真的是这样子，那个是我们的那种私心，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是毋是咱拢是用治水的，是安尼围起来？咱即个报案嘛才围起来，阮兜写啊讲台北市卖饮料，写啉死人偌紧，恁就卖去大，无就是挑高，再挑高，嘛淹袂死，所以下水下去，因石头甲皮当时乌掉，你在问的时候，把那个
关渡的那个本来有一个天然的一个甲，因可能我们家恁若少年可能唔知，迄当时是破坏掉了，伊水下较紧，包括你来倒灌头嘛足紧，所以这无形中迄当时有因有即个情形，真侪一个天文地理的一寡会强，吼，所以咱想着讲这中东确实有乱去啦，即话乱了潮流，我会当即个所在，咱甲看。有所书第4章第2章第40到第50嘛是安尼吼，总是上帝怜悯真丰盛，为着伊听咱的大恩爱。当咱对过去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面对恩典得到救。这一出电影，咱就讲 mission， 就是任务 ，MISSIO。迄当时啊，在日本，迄当时真多。我讲，迄当时的传道，伫咧去互民掠着时阵，真真正正，伊是怎啊甲你绑伫十字架，为甲你这个火，这叫做活埋嘛，毋是活埋，就是要互你淹死啦，温死了就对啦。真的是从上面把它丢下来，所以我们有这个电影里面有看到，还有就是我们音乐可以感化他们，他听到音乐的话，好像是觉得心里面，那些师母刚才在谈的话，我们就觉得心里面很满足，足有地足感，然后咱就当直接讲感谢所以这个所在，当咱对过去已经死的时，当咱因为咱有过去已经死的时，所以咱阿公夏娃先做犯罪。阿东来遮去，伊遮来遮去讲，拢讲互个夏娃害伊的，夏娃嘛讲互个是蛇害伊的，蛇毋知要讲啥害伊的，因为遮来遮就是，其实是夏娃看到伊个神老狗，来遮目睭去咬我，看到伊个神老狗目睭咬我，已经袂振动就咬掉个，就一直想要甲咬我变结，你会当知影神咯，你目睭会紧，你就嘛无伊拄会死，伊佫用即句话甲应。无拄会死，咱拢知影这圣经是安尼记载，所以无拄会死的时阵，这嘛是一种目前来说，咱我搁讲你个黄河流域，咱毋只咱想到要骗咱侪钱，真正咱骗到到底那个诈骗的话，伫咱所在发生较济啦。特别咱这边遮来说，为柬埔寨、中国这个越南、泰国，咱台湾愈有水准迄个。愈有水准的阮人吼，就去互骗去。我大细毋是问题来说，我前我的舅啊，我太太就我小舅子嘛去互骗，去互骗了，我去互骗去啊！你舅啊，甲你哭，佮甲你讲哦，佮你敢有袂清楚，结果伊叫我办48摆，叫我去，我就是讲，要讲因两个要离婚，叫我去签字啊。真正我那个时候在路上是这样讲，我没有想到他被骗，结果一个告诉我，求你不要紧张，你就收在那里。伊就他做了那个董事长那位置很大，董事长整天叫我那去丢，就开始讲说，你儿子3天没回家，你都没催哦。我说那3天不回家，他刚刚才跟我分手，因为我家到你的复兴刚家，伊当时说。伊个骹都来到都有多摆跳多摆，所以我是接他上下班的。奇怪，我拄好才上伊等因兜尔，那3工无等伊厝的。结果我说我这样往那边给你电话，结果是被骗了。他说就是讲，即摆这个对于咱来讲，个真大的这个欺骗，这个诈骗的集团伫咱的所在，诚侪咱的更较大的一个挑战。这个他来对咱来讲，不经一事真的是不长一智。你用什么方式，伊安怎去甲你对答吼，已经对咱来讲个，所以这下咱跟咱对过去来说死的时阵，咱有犯罪，咱已经死的时阵，咱是，互咱甲基督同活，是这个是咱有这个信仰上来说，伫咧基督来说，咱叫我做同活，因为这随讲来真大一个，真大，咱无法度体会着，你若无。入去来说，你讲奇怪，我哪无？我就已经昨有看到阮孙仔，我人家讲伊3工无转去，我搁信讲电话迄个，伊家己甲伊讲袂讲，伫阿嬷遐，
这个来龙去脉，就而且来在咱伫台顶，我就无特别所在去讲。啊，所以真侪这代志，毋是咱会说遐紧体会到，不过都在我们周遭发生。一个譬如骗千几万来怎去，就是讲伊个囡仔来怎去啊？伊讲我要摕土地去贷款，安怎讲是？这新地个所在，你也看迄个新闻讲到安尼，啊都，这个是真大一个恐慌。所以咱家经济发展来也无完。第六节安尼记载，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第七节，佮对伊伫耶稣基督耶稣所收受咱的恩主，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根本。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收受，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就是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的耶稣基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甘心陪伴，要互咱行伊。要互咱行伊，毋是咱的老，免得人夸口。我所有的成就是我拍目镜，为啥安怎？是你运气较歹，我运气较好，还是啥物？无拄拄。迄个即阵的即个成功，也是讲一点点的富有，迄拢是真真正正是主所收束。伊是其中一部分内底，伊拢有分散伫个所有内底是伊的，伊嘛要咱利用咱所。毋知影的，即个方式会挑选，也是讲即个咱互你的一个困难点，互你的病痛知影，我的病痛中间安怎会当搁较为主来传开。所以毋则讲有朋友，吼拍球有球友，啉酒有酒友，哦即个内底叫做跋麻将讲麻将友，哦即个内底就是拢是友。你若是伫个，阮嘛有伫讲哦，咱一般来说，你讲莫甲一寡不公不义的人斗阵，其实是哥林多第4章第40节，那点我没有在这里面。那个迄个你来用另外一个情形来解说，毋是安尼。咱真正住在语言中间，因为咱所有的所理，咱对咱来讲，基督徒，你基督徒伫咱台湾来说去，我对你讲大家嘛，还是讲迄个啥物先天上帝，什么帝君一大堆，那个真的所有的咱个做无够，会当就是趁咱个会当做的时阵，会当真真正正将即个阮的基甸会，将咱像教会，我咧写着，只要是咱教会宣告出去，会来这会一个歌嘛。这个手若伸出去了，你就是免人搁行到这个所在，一公尺好，你为这个所在行去，然后若搁伸一公尺出去，心里面就搁较大。所以我是说说就是讲，咱这个手就是阮基甸会所要做的工课。信心的行动，咱就知影些。这么刚从小有这种感觉，你说你从那所在，如果路条件些。会包括摸摸示范，就是属于大问题社会内底。希望咱用电力来引导这个世界，进入叫做边界所在。你莫甲我交伫对顶的手，互伊会当达成伊的心愿，所以爱静候耶和华，而且咱就爱做大坚固咱的心，做大坚固咱的心。诗篇24章12到14节安尼记载。好，这个是
所以知影，咱安尼做是讲，阮有一寡代志咧，即个所在甲各位分享。即两张图是做第一个月，我做为金门买倒来，吼，你来看，阮这个所在就是这样子，甲信心的即个福音传到入地极。那像使徒迄当时啊，早期你看保罗迄当时啊，所罗来早期的些信仰，伊内底伊是咧困逼基督徒的，所以伊安尼做。阮到底伫个所在咧祈祷，是迄个所在圣灵是施会的时阵，阮伫个所在，因为金门甲马祖属于台北市即个第10个分区的其中一个，阮是北市，就是北投甲即个北投哦，甲树林即个地带。啊，所以阮就是备办所有内底主，咱即个所在，伊是照着准备咱要做的即个好代志，所以阮真认真来好好去做，咱嘛是同齐来做，咱嘛是同齐来做。阮主要恁甲阮的习惯，你们可以替我们代祷，你们可以替我们所有的这些跟我们的基建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点，可能我讲外口的代志讲伤侪啊，像你啊看这落来诚侪代志，是不是安尼拢变安尼？诚侪咱心肝内底无安静，无法度平安，真正所以，你看迄油去到到一个司机，查某一客人家伫遐咧甲讲，我伊即摆一个月来到加130，来到算我4500块左右啊，伊讲我真趁的若是3万块，我就变做已经拍7折8折啦。因为4000多块对他们来讲，他们天天都要家里转旅游，啊就差额800，我伊安尼算，我用真大的挑选，油一直去，啊，我毋知，若毋是咱国家咧动站，政府来到去上游来到去讲，会搁较忝，咱大陆知影这，所以来到出事的话，你来看，毕竟迄当时耶稣顶是给刷了，伊搁等于来到家己伫迄个所在去继续去从事伊的讨爱这个代志时。你也看伊当时因逐安尼咧想安尼去行，这个就是因我用这个来互恁看着讲，真正迄当时讨爱嘛是真大的一个，还有迄当时佫无讲真大的即个一年内底啊，伊知伊家己比着3摆无认主啊，所以等伊来到去到伊个所在。主一再向门徒来显明的时阵，就是叫伊讲3月过去甲即个家己伫迄个所在去纪念。伊迄当时还佫无，因为有可能主迄当时敢若伫个伫路的伫行显出来，互迄个伊学生看着，学生为头到尾拢伫家分享讲，即个最近即个主国我的代志，你敢毋知安尼去讲，无想讲迄个是个先生，结果内底甲你。块饼的时，才想想啊，这动作，这嘛是共款。咱来做例主啊，请你归我是一个有罪人，彼得是安尼讲，因为主啊，请离开我是犯罪。西门彼得来看见主来遮，伊了拍你认罪，咱真正这个中华本来伊开始的时阵啊，但是你讲主，你若有，伊嘛是开始就讲，主甲讲，我要去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受掠。伫出卖定死是个马可外国话啊，彼得嘛是去讲，啊你咱莫去，足简单，伊就讲咱莫去啊，对不对？你就免去动这动，免去夹这个，免去用水落去去火，啊，这内底有这这情形，结果耶稣迄当时就甲讲，撒旦离开我去，因为你内底你是去互撒旦内底用你世俗人的想法，伫这所在安尼甲咱的一个讲法，所以。我即摆咧讲就是安尼做，你看啊，即个内底用安尼伫个发生伫咱中间的时阵啊，要主要做的好代志，啊，你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以色列内底是即摆向美国内底向他声援，拜托紧甲斗救者，因为伊伫个所在中东迄个所在要徛起，确实有影，即个伫个2000年内底有个复国，所以伊对因来讲个这个向心力犹太人说，这嘛是一个奇迹。我是一再讲，认为讲主要正做这个代志，真正毋是人当然是透过迄个还是透过师母，还是透过圣经这个传道，伊直接说来，互咱真实社会直接说来徛起，慢慢就是有人栽切，有的人开大肠，有的人甲烧猪啊，有的人甲压水，独独开大个是主。
这是属于就是每种来来拢是要会当安尼讲这，所以以前小文你讲伊嘛是讲迄啥啥 F35来到几台到 F15，结果来在它有很多那个人两个那个，伊去伫个烟囱轰炸有叫跑来，啊，把个两个拢救出来，一足紧就救出来，一个经过个刚刚救出来，伊这个我即嘛是你来讲你来看。你这我唔是批评啊吼，今天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算，你就知道现在是一个震撼弹啊，所以即马都要转来啊。中国一直咧讲，中国一直讲，结果现在我看起来，这小鱼的部对伊的应用，实际上中国也是伊嘛出艰苦心的啦，因为即阵说伊无法度成，无法度 GDP 在在无法度悬诶，啥个拢是甲这有关系着，因为这乌金。毋是干那咱咧讲诶，干那汽车，咱咧讲石油，咱逐工拢咧看着，奇怪，啊，其实是真侪物件，包括医疗上面，在那个原油里面提炼出来很多东西哦。我这有所有这真侪，哦啊，所以我才讲咧，其实袂是我代志，因为即摆因一般了信，所以迄当时啊，在因伫个所在，伫旅游诶时阵出差，啊，伫愈写同齐，因为伊满，啊，所以两个同经，所以迄个中间，啊，伊是基督徒，伊也基督徒，啊，伊两个有啥信念伫遐，啊，别人讲概念伫遐去，啊，才够发起，所以有三个人，所以那个林森、那个沙漠、那个希尔，还有个威尔奈兹，这三个人其实在本来是两个到底去，啊，概念在起来，啊，所以那个时候都有这历史上面的一些记录，啊，最后就拿来第一上就是1982年这个7月。哇！这一本册有啥物灵力者？边仔是我的妈妈，迄本是我的圣经，咱来看卖这个。一本册真侪人当作这是一个地形。What is the power of a book? For some, it's an escape. For others, it's information. For us, it's truth, the foundation of our faith. It changes who we are to the very core. It confirms our identity and reminds us we are loved, that we have worth, that we may be forgiven. That's the power of this book. It's a message that can give someone life. But there are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who've never held a Bible in their hands. Some who don't even know it exists. But they need to. And with your help, they can. Because if we have nothing else but the Word of God, we have everything. Nothing. That's the power of the Bible. It offers eternal life. Join us in bringing the source of truth to the world. 才为阮来导奉献，加入阮的这队伍。像这个是伫南非奈米利亚，阮伫遐去圣经的时阵，这边仔这是校长，伊细汉时阵摕到一本圣经，结果在遮差不多前过40人讲，我伊校长啊，你记得落是山去啊上，哪会无人过来教本圣经？结果真侪小朋友。乘车啊，行3-5公里来遮安尼，伫沙漠来遮，伊就要去拜咧去等一本圣经。所以讲到伫个所在，因欢欢喜喜组织到伫即个场，迄个操场吼，伫个所在，啊，阮嘛讲去非洲的这乌干达，来遮有去啊，伫遐欣赏圣经。你看，就是即个乌人的这，阮伫南非奈米利亚来上圣经的时阵，上帝话真要紧，嘛是咱会当有需要。啊嘛，咱改变咱的信仰，特别来堪得教示别人的，就是这个校长无形中来伊细汉听到，伊在遮注意到伊陪伴这个忠心的人，伊会当接受阮伫个所在几条口，在遮精湛圣经。咱即阵为着教育的部分，在遮教育部规定，不仅也是圣经的上面，拢袂当教伫个中间，所以佫少子化。对阮青少圣经来讲，真侪真大一个插害。啊嘛佫我紧，阮若即个所在放伫个即个基础中，我相信一定内底都是会当
阮会当迎刃而解，因为透过即摆用 AI 啊，佫诚侪有一寡电子书信啊，诚侪会就讲无共款的信息，所以咱有一寡实体上面的，有一寡这代志我拢甲因报告。所以遮我会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基电会咱要做，阮伫咧即个卡后壁就是七个点，即个诚侪读圣经的人，诚侪有祈祷的人，诚侪有信心的人，诚侪分别为圣的人，是做对的人。啊，诚侪有自爱心的人，是做对的代志；诚侪有见证的人，做对的代志；诚侪愿意奉献的人，是做对的代志。上面4个等于是做对的人，然后下面是做对的事。人跟事，这对咱来讲嘅，咱所以讲回头对来讲嘅，所有的新的身份，咱都要用咱的身份来解说咱对这个所在来。上解讲的就是咱要彼此包容、彼此宽恕，无论做啥物，也是讲话，也是行事，拢是奉主耶稣的名，照着伊安尼来行。所以在最后一次，就是无论做啥物，咱拢从一心来做，像甲主甲咱做的。啊，因为咱真即个部分，我是精算圣经，啊，甲个人的见证，甲另外的事奉，会诚侪。阮是要领人信主，有一个同齐阮的共同的一个愿望，应该这里面哦，这是我的业委会。所以永生无要甲上帝来到分开，永生是咱随这个下面，永生是生命已经互改变的。永生是安全的保障，所以咱永生的时阵，咱就对死的时阵，咱已经颠倒过活起来。有这个想法，你用这我不是强词夺理，你较想法，咱的信仰永生的福音的信用，你就是这样子。那啥，所有的这来永生的时阵，你无要甲上帝分开的时阵，因为咱随应这个下面，所以咱已经信仰中已经受到改变。所以，咱已经改变了，咱的安全已经有保障，毋是刚刚你去买国泰什么500万、800万的迄个保险的迄个保险站的，迄是对咱的永生已经得到真大一个改变。这才是咱的愿望，所有内底伫真理内底的这个福音，然后充满愿望的福音，充满应允的福音，充满平安的福音，因为咱这是永生的福音，这是咱已经定头生，是对教会。是对会败坏的种，毋是对会败坏的种，是对上帝道理是我伫久长直直的，读主的话是阮直直，这个话就是要传导恁去传福音的。这彼得前书第1章23、25节。所以我拄仔你讲，咱来甲一寡，咱认为毋通认讲，咱是义，伊是不义，毋爱安尼分。义甲不义，毋是你家己判断的，光甲暗。光的中间内底有一撮暗，暗的中间嘛是有诚侪光的所在，伊有一个中间模糊地带，所以咱毋通用我是义，你是不义，切割了后，来到是我就袂当交涉，其实安尼毋对。所以内底伫个做件事来到19、21、22万，讲其实者，其实你其实做啥物代志，拢都为着荣耀主来做，安尼就对啊。其实者，其实恁其实做啥物代志，拢都为着荣耀主来做，因为咱已经拢有永生的这个愿望伫咱中间。啊，我本来是要搁讲这个基电会的这个logo的这个代志吼，这是阮这个所以的这个伫咧这个所在，我愿望在这其中，我把这个棒子交给那个我们的李正勋传道，愿望伊内底以后有机会，甲这个代志由他解释。这刚才这要伊讲吼，伊就听我讲啊，真水的一个真长的一个，互咱会当得到真大一个勉励。吼啊，愿望内底咱遮内底会当久长，我嘛愿望讲咱会当台语，我会当，我有很多讲稿，当然是我口才较含慢，那讲我是真的是有心，能够伫这所在，咱讲1个月、2个月后者，那会当讲伫这所在用台语甲咱讲伊，哦，这个来到你若无去嫌，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像昨天在不是高中的话，我爸3年级的学生，上网去找你你甲调调，我讲我真正是真恐怖，因为这内底无准备，内底其实要安怎教学生囝仔讲要这生命的公平与道德，讲较简单，叫做公平道德对不对？啊，你现在在无这个课，叫咱囝仔上课是做
就礼拜四的11点的时候打电话总会叫阮在84个复兴高中，讲伊有500个3年级要毕业，要上生命的这个课程，哇，还蛮挑战的。好，我早上起来做晚上那2点钟啊，真的是哩啦啦讲啊，不过我很用心的啊，唔忙，也即今仔日也即落伫咧所在甲各位的分享，会当抢着咱以后的方向。请咱阿头来感谢，感谢上帝，你赏赐我，互阮为着基督，来这会当有即个福气，来这来信任主，你的主爱永远存在。你话阮会悔改过定头生的即个活命，然后阮因为信进入你丰丰富富来这的国度内面。主啊，阮知，愿你将即款愿望平安的即个福音，甲你的灵进入伫阮所有人的中间，互阮伫咧支持的即个教会，即个小而美宣扬助力来这去所有的信心，将圣经交给阮打败魔鬼的即个武器。互阮对圣经内底明白主你教示阮的道理，也宣扬特别阮的兄弟内底姊妹求主你，互阮会当再一次面对阮所成就的毋对也是对的，拢有主你的旨意伫阮中间，阮拢就献上阮的感谢，特别感谢你奇妙的话语，为着阮。大家带来医治的即个愿望，有些人会当亲像你共款，会当实现即个，互阮即个交代阮的即个拯救，也互阮将你独生囝，也在守住阮的，会当因为伊受刑冤，阮得到平安；因为伊受鞭挞，阮得到医治；因为伊定死，阮大家得到解救，得到讨放。无像即个时阵，来遮所有真侪做领导者的，也是伊个空水布置，讲归本机，做无一汤匙。而且伊来遮空水布置，伫咧阮所在，真侪阮的塔内，恳求主你即时医治讨放因遮所有领导者，会当将并讲处理所有即个世界恐慌的即个代志，会当互得到。心肝有喜乐的心，快乐的灵，来临到伫阮的这中间，愿主你的主爱大大临到伫这个真实教会，性情充满伫阮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伫真实教会这个所在，互阮听的，也是讲的，拢得到造就，会当搁再一次装备家己。安尼祈祷感谢阿罗，总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谢谢各位。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欢迎王家很好，带着我们要对方录取。哦，很精彩哦。那其实当中我听到一些不错的信息，那跟我们教会在走的一些方向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神其实是拯救的神，不是审判的神。所以当初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分享，我当初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到中后半段，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以前的过去有一些黑历史在。就有一些同学就在我一些就是表现还不错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讲台，然后我在讲一些就是说我的一个生命见证的时候，他走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讲说，那郑勋你就记得千万不要跟以前那些朋友联络，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对，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断了一个就是我以前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主的身上得到拯救，我们就应该把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拯救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你们说阿门吗？阿门。所以我们再次感谢基甸会今天来到这边带给我们信心跟鼓励，我们再次感谢，谢谢啊。对啊，是带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今天在一个在基督里面行走这么久的一个人，然后今天带给我一个信心是说，那我们坚持走的路是对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是在这首回应诗歌上面，就是我们再次宣告说，主啊，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是愿意跟随着你的。当所有的人啊，有一些美好的生命见证，其实就是在曾哥跟杨哥身上，秀爱姐、吴姐身上，其实我都有感受到，你们就是在我们这个下一代，你们都一直在传承很美好的信息给我们。当我们心里面受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一生一世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每一次经历主走过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些帮助，或者说我们过不去的那一个死因幽谷的时候，千万记得把我们经历的生命见证分享给下一代，让下一代变成属灵的富二代。我们能够留给下一代跟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最好的财产就是耶稣基督。说阿门吗？阿门。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世人跟对你》。好，那在开始唱这首诗歌之前，我们也可以就今天的一个正道信息，我们让心灵休息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说，谢谢主，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仅可以数算恩典，我们也可以得到智慧的心，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只有夸口就是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献给你的时候，这些劳苦和忧愁都过去了，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在你的爱里面看到了就是你永生的慈爱，我们也愿意献上自己，那给所有的人，就是需要福音的人献上帮助。主啊，我们愿一世跟随你。我们先一起做一个低头的祷告。先静下来，然后我们去思想一下今天的正道，那有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提醒？那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正道中，就是可以得到一些智慧。那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就每当我们心里面就是需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想今天基督会在这个基督上所做的一些作为。那他们做的这一本圣经，可以带给一个人生命中的帮助，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就像我们当初收到的第一本圣经一样。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爱跟诗歌来真实的奉献与回馈。那我们今天也在这个主的爱里面再次得着更多，就是好像从天而来的一个恩典。那我们也在这里再一次献上这首诗歌，让我们跟主宣告：主啊，我们愿意一世跟随你。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奉献；当我们今天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聚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仰望着基甸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标杆，我们也愿意跟着所有基督柔美的模范一同前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一世人跟随你》，一世人跟对你。你，甲你。
无你，甲你听见，阮一生看透，只有路搁较忧愁，今天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力量牵引阮的生命，愿你的灵光显明。求你的力量牵引阮的生命，愿你的灵光显明。